1967年，山景酒店一場滅門慘案喺呢度上演。店主歐炳同一個愛好字畫、舊歌同酒嘅人，佢醉酒之後疑心妻子陸艷霞有外遇，憤而殺妻，再同3歲嘅細仔一齊吞老鼠藥自殺。死狀恐怖血腥嘅畫面刻喺房間嘅牆上，牆身寫住願此刻永留5個血字。留聲機喺無人嘅房間入邊反覆播住一首舊歌，歌聲悠悠，似係喺呢一個空間鎖住咗一段永遠解唔開嘅怨恨。時間流逝，呢間酒店荒廢咗30幾年，變成咗一個鬼屋，全然鬧鬼，冇人敢靠近。但故事並唔係喺呢度完結，而係喺1999年，一個新嘅噩夢開始。馬文信被救返嚟之後，生活嘅軌跡已經徹底改變，曾經嘅溫暖同平凡喺佢身上再揾唔到一絲痕跡。佢嘅眼神開始變得冰冷而兇狠，似係一頭被困喺籠中嘅野獸，隨時準備思念眼前嘅一切。Amy 呢個同佢同居多年嘅女人，望住呢個熟悉又陌生嘅男人，內心充滿咗恐懼同無奈。佢試過同馬文信傾訴，試過問佢嘅山景酒店嗰2日發生咗咩事，但每次換嚟嘅只係沉默，或者係一陣突如其來嘅怒火。馬文信嘅改變唔單止係性格嘅扭曲，更似係靈魂嘅輪。陷喺屋企，馬文信開始沉迷飲酒，每晚都將自己灌醉。醉眼朦朧中，佢會反覆聽一首舊歌《魂斷南橋》。呢首歌嘅旋律哀怨而淒美，似係同佢嘅內心產生咗某種共鳴。Amy 發現佢飲酒嘅時候會喃喃自語，講咗莫名其妙嘅說話，似係同一個無形嘅人對話。有一次 Amy 半夜醒咗，見到馬文信坐喺客廳嘅沙發上，雙眼直勾勾嘅望住前方，手上握住一隻酒杯，嘴角微微上揚，露出一抹詭異嘅笑容。呢一刻 Amy 嘅心沉咗落去，佢知道呢個男人已經唔再係佢認識咗馬文信。與此同時，探員 Pat 嘅調查亦都進入咗一個新嘅階段。佢同拍檔 B 返去山景酒店，試圖揾出馬文信被綁架嘅真相。喺酒店嘅廢墟中，佢所發現咗一啲奇怪嘅線索。一張泛黃嘅舊相，上面係歐炳彤同陸艷霞嘅合照，相片背後寫住永不分離4個字。瞥望住呢張相，內心泛起一陣寒意，因為佢記得1967年嘅滅門案，歐炳彤係因為嫉妒同猜疑，先至殺咗妻子同自己。呢啲線索似係同馬文信嘅異變有咗某種聯繫，亦開始懷疑馬文信嘅綁架唔單止係一場普通嘅犯罪，而係同山景酒店喺過去有住千絲萬縷嘅關係。酒店嘅每一處角落都瀰漫住一股陰冷嘅氣息，牆上嘅血跡願此刻永留喺手電光下，顯得格外刺眼。喺一間房入面，佢哋發現咗一張舊報紙，報道咗1967年嘅滅門案。報紙上仲提到歐炳彤死前曾經講過一句話：我嘅靈魂會永遠留喺呢度，等你返嚟。艾米望住呢句說話，心頭一震。佢開始懷疑馬文信嘅改變會唔會同歐炳彤嘅怨靈有關呢？返到屋企， Amy 試圖同馬文信攤牌。佢將報紙同相片攞出嚟，問佢到底知唔知山景酒店嘅過去。馬文信一開始沉默，但係當佢見到歐炳彤嘅相片時，眼神突然變得兇狠，似係被觸動咗某個深藏嘅記憶。佢一手將相片撕碎，大聲啖講：你唔明白，呢啲同我無關。跟住佢衝出屋企，消失喺夜色之中。Amy 呆立嘅原地，眼淚冇聲啖流咗落嚟。佢知道馬文信嘅內心已經被某種力量完全佔據。Pete 喺呢個時候接到咗通神秘電話，電話入邊嘅聲音低沉而沙啞，話馬文信唔係你想救嘅人，佢已經屬於呢度。電話一斷
PIT 即刻同 B 趕去馬文遜嘅住所，但已經太遲，屋企空無一人，只係剩返一隻留聲機喺冇人嘅空間入邊反覆播住《魂斷藍橋》。Pete 嘅直覺，馬文遜可能返咗山景酒店，佢同 B 即刻出發，準備去揾馬文遜。喺山景酒店嘅廢墟中，馬文遜獨自企喺一間房入邊，望住牆上嘅血漬，嘴角露出一抹冷笑。佢嘅眼神已經完全唔同，似係被某種力量操控緊。P 同 B 趕到時，見到佢係一個完全陌生嘅馬文遜，佢手持一把刀，緩緩轉身，目露凶光，似係準備展開一場生死對決。馬文遜嘅人生喺被救出山景酒店之後，已經踏上咗一條不可逆轉嘅路。佢嘅眼神越發兇狠，似係一頭被困嘅絕境嘅野獸，內心嘅掙扎同罪惡感交織緊。Amy 望住呢個男人，雖然仲未完全明白佢咗改變，但係佢開始感受到一股無形嘅壓力，正將馬文遜推向深淵。喺呢個階段，馬文遜唔單止係一個受害者，更喺不知不覺中成為咗一場假鈔陰謀嘅參與者。呢場陰謀似一隻無形嘅手，將佢嘅人性一步步撕裂。某個深夜，馬文遜面前放住一台小型印刷機同幾沓白紙，佢嘅手微微震抖，但係依然熟練嘅操作緊設備，印出一張張假造得極為精細嘅假鈔。呢啲假嘅係喺山景酒店被綁架時，兩名蒙面人逼佢製作嘅成果。佢曾經試過反抗，但係喺暴力同死亡威脅下，佢屈服咗。綁匪將佢救出後嘅自由，變成咗一個更大嘅牢籠。佢要繼續為佢嚟製作假鈔，否則就暴露佢嘅罪行。馬文遜嘅內心充滿咗恐懼同罪惡感，但係佢已經無路可退，只能喺呢條犯罪嘅路上越陷越深。Amy 係一個偶然嘅機會，發現咗馬文遜嘅秘密。嗰晚佢見到書房門縫透出微光，推門而入時，見到馬文遜正係將一沓假鈔裝入信封。Amy 蓋立嘅原地，眼淚無聲淡流咗落嚟。佢想上前抱住馬文遜，但係佢嘅眼光同埋冷漠令佢停住咗腳步。呢一刻 Amy 明白，馬文遜已經唔再係單純嘅受害者，而係一個被逼上絕路嘅罪人。佢警局嘅審訊室，馬文遜被鎖咗喺椅上，眼神空洞而兇狠撇坐喺佢對面。沉聲問馬文遜：點解你要製造假鈔？嗰啲人係邊個？馬文遜沉默咗好一陣，終於開口，聲音沙啞而低沉。佢哋嘅山景酒店逼我做嘢，話如果我唔做就殺我，甚至連累 Amy。我冇辦法，我只係想活落去。佢講到呢一度，佢眼神閃過一絲痛苦，但係隨即又被冷漠取代。撇罪問佢啲假鈔去咗邊？馬文遜搖搖頭，我唔知，佢哋每次只俾我印一部分，印好就攞走。撇望住呢個男人，內心五味雜陳。馬文遜嘅係受害者，又係犯罪者，呢一種矛盾嘅身份令到真相顯得更加沉重。喺警局嘅審訊室，馬文遜被鎖喺椅上，腿傷包紮咗，但係佢嘅精神狀態已經瀕臨崩潰。撇坐喺佢對面，沉聲問講出假鈔團伙嘅主謀係邊個？你仲有機會救自己？馬文遜低頭沉默，嘴角微微抽動，終於用沙啞嘅聲音講：我唔知佢哋嘅真正身份，佢哋只俾我印假鈔，話完咗就會放過我，但係我知佢哋肯定會殺咗我。馬文遜突然苦笑，講我喺山景酒店已經死咗一次，呢啲假鈔係我哋命。Pete 聽住呢啲內心一震，佢明白馬文遜已經被罪惡同恐懼完全吞噬。Amy 喺警局外苦等，當佢獲准探視馬文遜嘅時候，佢望住呢一個滿身傷痕嘅男人，眼淚無聲嘅流。馬文遜抬起頭望住 Amy，
眼神中閃過一絲柔情，但隨即被冰冷取代。佢低聲講：Amy，你走啦，我已經救唔返自己，唔好再為我傷心。Amy 講：文信，我唔怪你，我只係想你返嚟。但馬文信搖搖頭，轉過面，似係佢拒絕最後嘅救贖。呢一刻 Amy 嘅心碎咗，佢知道馬文信唔單止失去咗自由，仲失去咗人性嘅最後一線光芒。Pete 同 Bay 嘅審訊之後，Pete 分析馬文信只係一個工具團伙嘅，利用佢嘅印刷技術製作假鈔後，原本計劃將佢滅口，但馬文信嘅精神崩潰同警方嘅介入，打亂咗佢哋嘅部署。喺一場秘密行動中，PIT 大隊搗破咗團伙嘅一個藏身點，拘捕咗幾名成員，但主謀依然在逃。喺團伙嘅秘密印鈔廠，馬文信表面上配合匪徒，繼續用佢嘅印刷技術製作假鈔。喺印鈔機旁，佢假裝檢查設備突然啟動，切割機將一個匪徒嘅手臂深深切斷，鮮血噴咗喺假鈔上，銬利嘅慘叫響徹整個空間。頭目衝上前試圖制止，但係馬文信已經攞起鐵錘，喺狂怒中一下下啖擊中頭目嘅頭，血肉模糊嘅屍體倒喺地上。馬文信喘住粗氣，望住滿地嘅假鈔同屍體，嘴角露出一抹冷笑。佢將藏款塞入一個袋子，獨吞咗呢場罪惡嘅果實，然後悄然離開，似係喺黑暗中揾到咗一條生路。1999年，香港金融風暴嘅陰霾仲未散去，社會動盪，人心惶惶。馬文信一個電腦印刷專家，喺呢個時代嘅洪流中掙扎。佢曾經係一個事業有成嘅人，但係金融風暴令佢失業，負債嚟咗，生活陷入谷底。呢一晚，佢同往常一樣，放工之後行去停車場攞車。夜色深沉，停車場嘅燈光昏暗，空氣中瀰漫住一股不安嘅氣息。突然，兩名蒙面匪徒從後撲出，迅雷不及掩耳地將佢打暈，拖上一架小型貨車，消失咗茫茫黑夜之中。呢一刻，冇人知道佢嘅命運將會點樣改變。Amy 喺發現似係壓垮馬文信嘅最後一擊。佢嘅計劃原本係帶住長款同 Amy 逃亡，但呢一刻佢明白，無論逃到邊，都無法擺脫手上嘅血同內心嘅罪惡。與此同時，Pete 同 B 根據線索追查到咗印鈔廠嘅兇案現場。佢滿地嘅血跡同假詐中，距離揾到咗馬文信嘅指紋，證實咗佢係兇手。Pete 即刻帶隊包圍馬文信嘅住所，但係當距離衝入屋個內時，馬文信同 Amy 已經唔見咗。喺花池邊僻見到咗中間人嘅屍體，內心一沉，佢知道馬文信嘅瘋狂已經到咗無可挽回嘅地步。警方喺全城展開搜捕，而馬文信帶住 Amy 逃向咗一個無人知曉嘅終點。馬文信嘅失蹤似係一場無聲嘅綁架。佢嘅同居女友 Amy 喺屋企苦等，佢連一通勒索電話都收唔到，佢嘅家人亦都毫無頭緒，仿佛呢個男人喺呢個世界蒸發咗。警方介入，探員阿東由梁家輝飾演咗，個精明能幹嘅警察開始調查呢單案件。喺停車場，阿東發現咗馬文信嘅座駕，車門打開，引擎重熱，但係車主唔見咗。喺車內，阿東發現一滴神秘嘅血跡，呢滴血似係一個線索，亦似係一個不祥嘅預兆。Pete 同 B 帶隊趕到墓地嘅時候，見到佢係馬文信站喺墓碑前嘅身影。Pete 大喊：馬文信，放低槍，我哋可以談。但係馬文信轉身目露凶光，冷冷講：談太遲咗，我手上嘅血洗唔乾淨。跟住喺 Amy 嘅尖叫聲中，佢扣動扳機，一聲槍響劃破夜空，血同腦漿喺個墓碑上。馬文信倒喺泥土中，嘴角留低一抹詭異嘅笑容。Amy 跪咗佢身邊，抱喊道：文信，點解？但係馬文信已經無聲。
雙眼空洞地望住天空，似係喺呢一刻終於同呢個世界告別。協同 B 上前沉默地望住呢一幕，內心充滿咗無力同唏噓。2日之後，案件終於有咗進展。阿東同拍檔阿象聯同 Amy 一齊去到咗山景酒店，嗰個曾經發生滅門慘案嘅鬼屋。酒店荒廢多年，牆身斑駁，空氣中瀰漫住一股腐朽嘅味道。阿東推開大門，黑暗中傳嚟一陣陣怪聲，似係風聲，又似係低語。喺一間房入邊，佢發現咗馬文信被倒掉咗房間，喺天花板上滿身傷痕，血跡斑斑，雙眼緊閉，似死非死。Amy 見到呢一幕，驚恐萬分，尖叫聲響徹整個空間。阿東同阿壯即刻將佢救落嚟，但當佢被救返嚟嗰一刻，冇人知道呢個男人已經唔再係以前嘅馬文信。馬文信被救返嚟之後，性情大變，曾經溫文爾雅嘅佢變得陰沉古怪，脾氣暴躁，終日恍恍惚惚。佢開始沉迷飲酒，鍾意聽舊歌。呢啲習慣同1967年嘅歐炳彤如出一轍。Amy 望住呢個男人，內心充滿咗不安同疑惑。佢嘅眼神開始變得兇狠，目露凶光，似係有咩唔為人知嘅力量喺佢身體入邊潛伏緊。阿東繼續調查，發現呢一單綁架案背後似乎唔止表面咁簡單。山景酒店嘅陰影似係喺呢個故事中投下咗一層解唔開嘅迷霧。馬文信嘅改變唔單止影響咗佢自己，仲影響咗身邊嘅人。Amy 忍唔住開始懷疑，佢被綁架嗰2日到底發生咗咩事啊？決定同阿東一齊返去山景酒店查探真相。呢個決定將會令佢陷入一個更深嘅漩渦，喺呢一個鬼屋入邊，過去同而家交織。馬文信嘅人生已經同呢間酒店聯繫起嚟，脫離唔開。而觀眾嘅你會唔會同我一樣，開始好奇呢一切嘅背後究竟隱藏住咩樣嘅秘密？